新和平上帝圣囝。第二首是圣诗303首，主我要学落你。一首蔡怀里要献的彩选诗，好，咱同齐来唱一摆。你敢捌听见一个好调你的声？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主智慧的和平领军。你总是捌注意听，主的好调你的声。你敢愿意对求主讲，我的家主找我找我，这天我阮军队的脚步，这天我的家主找我找我。一礼拜久久，咱伫遮搁同齐要敬拜上帝。我邀请咱兄弟姊妹起立，咱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用学乐入伊的门，用感谢入伊的伊。我要唱歌来学乐。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真神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你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心权力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一体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能全知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你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你落的大海，我
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有信实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你甲你的边仔兄弟姊妹讲，我要唱歌无人知，主耶稣的好。我要唱歌无人知，主耶稣的好。受定是，老出不会使我最亲近，伊有个我上最公路正，因跟伊的名，因跟伊的名，因跟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边，因跟伊的名。一道耶稣拯救我，真真感谢伊的恩典大，只是你给献出伊的疼，因跟伊的名，因跟伊的名，因跟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边，因跟伊的名。我看你做，真正是让你基督生活，我心欢喜跟主来行，因跟伊的名，因跟伊的名，因跟伊的名，伊有个我最上帝正边，因跟伊的名。最上帝正边，因跟伊的名。哈利路亚！求一切因跟归有咱的爸上帝，归有耶稣圣经。在这条信心的道路，咱只有会当靠着耶稣来得胜。阿妹吗？咱伫主的听内面，同齐来宣告，咱的软弱要改变。咱来宣告，上帝啊，你是永远是阮的主，靠着耶稣得胜。你听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你会听我要宣告，你是王。你会听我要宣告，我无顾我的罪着。是你传我的心，来宣告，伫你的听，你会听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你会听我要宣告，你是王。你会听我要宣告，我无顾我的罪着，是你传我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我心要靠着耶稣来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不要失败，尽在稳定高压因，是你传我的心。举手，咱的双手。你会听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你会听我要宣告，你是王。你会听我要宣告，我无顾我的罪着，是你传我的心，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心，
大声主啊主啊主啊，咱大声开嘴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为着阮的软弱来祈祷。主啊，阮无够行，求你来加添阮开力。当阮累志的时，只有上帝你会当亲自来安慰阮。主啊，帮助阮，帮助阮，伫你的面前，伫众人的面前，靠主你来坚强。主啊，主啊，搁一届来带领阮，引带阮的性命，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会当靠着耶稣来得胜。我们赢过生活的困难，我们靠主你的名来宣告，斩断所有的咒诅，我们切断所有的捆绑。我伫主你内面要得到自由，哈利路亚！咱要靠着耶稣来得胜。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我的心要靠着耶稣来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不免惊也失败，现在稳定到也赢，是你引带我的心。搁一摆来宣告，靠着耶稣的心，靠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我的心要靠着耶稣来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不免惊也失败，现在稳定到也赢，是你引带我的心，是你引带我的心。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边上帝，你的恩典极其大，你的话大有困难，你嘛守护阮有祈祷的恩赐。主阮知，阮的话语嘛有带着困难，阮要时时来宣告，宣告阮靠着耶稣来得胜。主啊，你的恩典教也阮用，虽然我的生活有时会经过黑暗，经过波浪，总是主你的疼的手牵着阮来行。你有时会当抱着阮伫山坡顶，阮看见一双的脚印，就是主耶稣。你抱着阮，伫你的身躯边，伫你的身躯顶来挖滚你，来亲近你。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失去价顶的救赎，互阮有重新的快乐甲生命。阮着用清气的心，用阮的嘴来唱歌，吟诗学罗你的名。主啊，伫今日的早起时，愿阮的敬拜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愿阮的敬拜搁一摆起到阮信心的火，互阮永远无累积，就是要去掉上帝你的应允，一世人跟对你。主，阮感谢你，阮安尼敬拜、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无罪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坐。
的石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在伫上帝；我的快乐的石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伫上帝。亲爱的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吟诗，来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26首，326首。心和平上帝圣经，请来吟全首。心和平上帝圣经，挽救困的力条，不替万罪和归还。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慈爱的天父上帝，和平的人君，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伫这个圣的主日，阮较无来就近你，亲像鹿翕无开水。主，阮虔诚吟诗感谢阿拉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怜悯，感谢你，当阮还阁做罪人的时阵，你就先听阮。感谢你看阮做宝贝，而且你的听永远袂改变。主，阮要学了你无煞。主啊，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关过阮的意念，总是主啊。有时阵，阮真正无明白你的心意。伫即个多变的世代，阮对阮未来的人生充满犹豫，阮对阮的罗州教会未来的发展嘛产生犹豫。主啊，恳求你来怜悯，赦免阮的软弱，赦免阮的罪过。主啊，求主你也赦免阮是小信的人。主啊，恳求主你亲自来掌权伫阮的生命当中，也亲自来掌权伫阮每一个家庭，也亲自掌权伫阮的罗州长老教会。哦主，阮知影阮能力有限，阮信心不足，主啊，恳求主你来加添阮的信心甲阮的能力，帮助阮，无论拄着啥物艰难困苦，或者是大风大影，恳求主你随时伸手来引带阮，来帮助阮，来扶持阮。主啊，阮要将阮的所有要做的事工，未来所要推动的活动，或者是阮每一个家庭所面对的挑战，拢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即个炎热的天气，也恳求你来照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主你的看顾，拢会当得到平安。主，也恳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养持阮，来安慰阮。主，阮知你的话语带有快乐，
你的恩典够个阮用，阮要倚靠你来得胜，恳求主你加添阮有安尼的信心。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即时三甲来启用，启用文22，启用文22是诗篇95，启用文1039页1039页，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印。主啊！来啊！咱来唱歌，学了上主。咱就用感谢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诗是。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感谢阿拉主，即时请咱来
共读上帝10条诫，来请大家起立。上帝10条诫，来第1诫，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2诫，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3诫，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4诫，要记住安息日守以做圣；第5诫，要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诫，唔通害死人；第7诫，唔通惊奸淫；第8诫，唔通偷窃；第9诫，唔通做假干净伤害你的厝边；第10诫，唔通贪心。请坐。请即节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14章。马太福音书第14章，咱要伫25节看到33节，伫新约版本的第18页。大家看，我来读。暝时4更，耶稣对海面行就近伊，学生看见伊行海面就生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连边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28节，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准你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要沉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牵手，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啥事要疑？因上船风就定，准你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以上。是请国成牧师来讲道。今仔日国成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无比的信心，无比的信心。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教会来举行儿童夏令营 ，EQ 小主人。对教的细囝，因怎样有情绪的智商、情绪的智商、情绪的智能。咱讲咱有 IQ， 咱的智能真悬。总是咱的 EQ 到底是有偌悬？透过 EQ 的品质，透过你的情绪的反应，嘛会当认捌一个人。咱知最近讲这个时代，咱的教育，咱侪细囝，咱侪囡仔。因为时代的改变，因为科技、医疗、饮食，甲进前有非常的无相反。侪细囝迄种诊断是有特殊的特质，讲是特质，也是特殊的这种的细囝，所以爱有特殊的教育来对待因。所以对安尼来看，咱知影即个活动会帮助细囝来认捌情绪，对情绪会知影来认捌一个人。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互咱这2天的儿童营来帮助咱教会细囝以及社区的囡仔。咱三个来祈祷，主帮助阮，互阮无正做小信的人，互阮有无比的信心来仰望主，来信阮所信，来正做阮的瓦壳。愿主你的快乐，你的圣心来帮助阮。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马太福音14章，伫耶稣行水面的这段记载进前，
耶稣行5个饼2尾鱼的生业，互5000个人食到饱。为着要互人群会当散去，耶稣一个人面对，所以耶稣就叫学生因先坐船来到对岸，家己上山祈祷。船伫海中，因为即个风真大，即行时无顺，互风影摇动摇拽，所以耶稣伫半暝的时来行水面去解救这个学生。第14章22节到24节都有先即个记载吼，耶稣就上这个船先耶稣就叫学生先上船，先到迄边去。所以当这个众人拢散开了后，耶稣是一个人，或者人众散开。当散了后，耶稣一个人上山去祈祷，到暗时只有伊一个人伫遐。了，因为船伫海中，因为风行了袂顺，迄个风吹摇动真大，伊来解救这学生。对安尼来看，耶稣四更的时，第25节，甲咱讲是四更，啥物是四更？台语新译本吼，有翻译讲，这个四更就是天特别光的时，天快要亮的时候，那大概是半暝的3点到6点的中间，这个时阵嘛是人困眠上重的时，也是拄仔要睁醒的时，所以四更天会当讲是半暝的3点到清晨的6点这是罗马时代因计算的时间3点钟是一更，所以当暗时6点的时，就是第一更的开始，到9点到半暝到凌晨的是第二更。第3更就是凌晨半夜到凌晨3点。对安尼来看，有一段时间伫海面上，耶稣伊的学生拄着风影。耶稣伫半暝伫天特别光的时来行入水面，安尼天应该是暗的。除了有月光以外，有这星星的光以外，应该天是暗的。乌面嘛应该是暗的。所以耶稣伫迄个时代，并无有夜间的导航，嘛无夜视镜，怎样要安怎知影耶稣知影耶稣的学生因伫遐需要来帮助。所以环境若是黑暗，那亲像咱看无头前的路，也是讲咱面对人生真坎坷、真无盼望、真无光明的时。这是咱需要主，咱需要去拄着主的时阵。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求主来拄着咱，咱求上帝主你来拄着我的时阵。所以伫黑暗、伫暗暝的时，伫无希望、伫无盼望的时刻，咱更加搁需要耶稣。所以今日经章甲咱记载是耶稣看起学生的需要。来救群伊，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耶稣的时。咱知影，你开车，白日时咱咧开车，咱无需要电火，因为天是光的。但是即摆咱的法律有规定，慢渐渐的规定，咱来开电火。所以咱即摆新的机车，你只要发动，伊就有小灯。但是你要过崩坑的时，拢会甲你提醒，你爱开电火。你爱拍开你的大灯，为什么要拍开大灯？伫暗时的时阵，咱爱注意头前伊的尾灯，甚至咱爱照着咱有大灯来提醒后壁有车，所以爱保持即个距离。所以人伫崩坑的内面有一种无安全感，特别咱若有去宜兰，咱拢爱行雪山隧道。这雪山隧道真长，是咱台湾上长的崩坑。第一届开的时阵真欢喜，但是你常常咧开，第2届、第3届，你拢会想讲，哎哟，会当较紧来通过。特别你若有看过电影，失速列车，也是看过伫崩坑这种灾难的电影，这种隧道的救援这种电影，你会觉得说，赶快通过。万一如果山崩地裂的时候，万一如果
像这次4月3号的地震，这种地动的时，万一这石头若陷落来，你怎防？困在隧道里面，你要等外口的人来甲你救。所以人伫崩坑的内面有一种无安全感，拢希望较紧来通过。所以咱伫黑暗的中间，伫惊吓的时，咱真需要耶稣。耶稣是搁我的主，所以赢过所有的死亡罪恶，赢过所有世间，赢过所有的艰难。所以耶稣行伫水面，就是赢过这所有的艰难甲困苦，亲像学生伫水面，伊需要等人来甲伊救。耶稣嘛是超越一切即种掌权万有，因为这个拢是伫伊的骹的。伫以弗所人书第1章21节到22节，就讲耶稣是赢过超越所有执政者、所有掌权的以及万有。因为拢含服伫伊的骹下。咱对第26节来看，咱啉捌主无够，耶稣的学生啉捌主嘛无够野。耶稣的学生每一日甲耶稣做伙，无论是伫传福音，也是行到倒位，耶稣这12学生是跟对伫耶稣的身躯边。对耶稣的信上嘛学习侪侪，嘛看见侪侪5个饼2尾鱼的新约，因嘛是有经验的。但是咱对14章26节看耶稣看到伊行伫海面的时，就惊吓讲：哇，这是鬼怪，真惊吓，着惊嗷叫。所以这是因为啉无够野来啉捌主耶稣，看起主耶稣行伫海面、行伫水面的这种奇怪的行为甲动作，怎惊吓，着生惊，甚至讲：哎哟，这到底是什么种的怪物？毋捌看过。这到底是毋是咱的学生？伊行伫水面，所以咱毋通因为传统的观念想法来对所有的事来落结论。咱来等主亲自讲话。安尼一切就明白清楚，因为主甲咱讲毋免惊。主连边甲因讲话讲，恁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所以当去较近我的时，因看起个就讲，发现着讲是耶稣是因的老师，耶稣就甲因讲：安你们的心，安恁的心，毋免惊。华裔甲因讲：你们放心，是我，不用害怕，我不是鬼怪。我不是库斯拉，我不是那个电影情节的那个怪物，是我。所以咱放心，唔免惊，是我。这句话耶稣嘛捌讲过，是伫搁较后壁，伫克西马尼园，迄要来掠耶稣的人。耶稣看见这人来的时，就甲因讲一句话。耶稣讲：我就是这人，怎倒退后？怎跋倒伫地里？他们就退后跌倒在地上。这是约翰福音18章所记载。这人要来掠耶稣，耶稣甲因讲：我就是我这要掠耶稣的人，煞惊着退后煞这个倒退路，甚至怎跋倒去。安尼来看是有一点倒头栽。阮上帝想帮助咱，因为耶稣讲话时，甲咱讲，咱会当安咱的心，毋免惊吓。不管咱是伫逆境的中间，只要上帝话，诚做咱的气力，诚做咱的力量。所以求上帝，求耶稣来赐咱一句话。所以只要耶稣有一句话，咱就够也应付咱的需要。你会记得伫马太福音第8章。这个百夫长，这个百种百种，这个管100个人的这个百夫长来找耶稣，讲主啊，麻烦你来到我的厝，来帮助我，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当得到医好。耶稣甲伊讲，我要来去医治伊。所以只要一句话，耶稣一句话，咱就会当得到咱的需要。
所以如果若是主的话，就是真做咱的帮赞。彼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咱讲无比的信心，但是咱对于彼得来看，伊比其他11个学生更较勇敢，因为只有伊愿意来就群主，伊愿意来较无甲主同在。所以彼得讲：“请叫我，请叫我。”彼得讲：“主，如果若是你，就命令我行伫水面来就群你。”主啊，如果是若主的话，只要是主的话，请你，互我行伫水面来就群你。阮上帝帮助咱，这是伫意大利的海边，有人看到一影的光，对这个光，家友群来看，那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手天开，那亲像伫巴西山顶迄个耶稣的像一样。那先嘛是，那亲像耶稣行伫水面。所以对安尼来看，耶稣一句话就真做咱的帮赞，只要耶稣的话来帮赞咱。所以彼得甲伊讲：“主啊，果然若是你，就命令我行伫水面。”彼得哪有即种的渴慕？彼得哪有即种的想法？彼得哪有即种的心理的感觉？因为伊想要去主的身边。所以若有一种的话讲，请叫我，请叫我来到你的身边。如果若是主你的命令，如果若是主你的命令，但是耶稣无接受彼得的请求甲要求。耶稣讲，只要你凭着信心行伫水面，你就法度来就近我。所以超越环境的艰难，超越环境的这困苦，是咱借着信心应该所学习的功课。所以经过咱的信心的考验，咱就会得到更较宝贵人生和咱生命的意义。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7节，这个经过信心考验的彼得，虽然耶稣甲伊讲小信的人，是彼得是虽然耶稣安尼甲伊讲你是小信的人，但是伊比起11个学生伊更较勇敢，敢毋是？因为这段圣经并无提到第2个行伫水，想要落来甲耶稣共款行伫水面的人，无第2位。约翰嘛无，嘛毋是雅各，因为这3个常常出现伫圣经内面。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带着这3个学生。所以对彼得前书第1章第7节，这个经过信心考验的彼得，这个耶稣所听的学生彼得，伊讲啥？咱做伙来读，互恁信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犹原为败坏金又较宝贝。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俄乐荣光尊贵。咱做伙来读来，互恁的信的经验，比迄个经过火锻炼也犹原为败坏金要较宝贝。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俄乐荣光尊贵。这是彼得前书，这是甲彼得有关的记载。安尼表示彼得伫信心的经验，是有经过火的锻炼，有经过火的试炼，有经过火的考验，比迄个会败坏的金又较宝贝。考古学家，即考古的人去考古过去的人的坟墓，特别是王家贵族，特别是这社会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因通常会伫墓的内面来挖到金仔，看是金手指，还是金破链，还是金手环，还是金线钩，这用金所做的，通常拢挖会到袂烂。但是彼得甲咱讲，经过火的锻炼，咱信的经验比迄个互火烧甲对火提炼出来的金更较宝贝。金已经是袂败坏啊，但是彼得讲金嘛要阁会败坏，所以迄个信心是比金更较宝贵。
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娱乐，得到阳光，得到尊贵。华语说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所以咱的信心是爱经过最的考验。亲像即届彼得一样，主啊，若是你的话，主啊，若是你讲好，互我来就近你，我嘛会当亲像你来行伫水面。彼得经过信心的考验了后，耶稣甲伊讲：你着将我的羊仔囝甲饲互饱，来饲我的羊仔囝。经过3摆安尼，主，我是听你的。耶稣讲：你将我的羊仔甲饲互饱。耶稣上天了后，圣神感灵，第一个起来传道理，第一个出声来讲真理的，嘛是彼得。所以彼得对信心的考验来看，伊对小信的人已经伫主过活了后，伊爱来负起真做学生的领导者，来帮助这个耶稣的门徒，互因会当行往世界来传福音。赞美之前一条歌叫做“无摇动的信心”，伫遮讲主，你赐予我无摇动的信心，拄好来对照今仔的经节，非常的贴切，非常形容的真是恰到好处。伊讲海涌的中间，你伸手大手来救我，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因为彼得怀疑，伊就沉落去。但是个旷野是讲到摩西的故事，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内底有一句话，如同摩西怎样过红海，没有任何的阻挡。咱常常忙是安尼。捌有一个牧师伊见证，有一届伊人生拄着真忧伤痛悔的事，这伫我新学生听到，因为阮有暗岛有邀请伫新学院附近，就是讲台南市的教会的牧者，就是阮的学长来分享见证。伊讲伊伫人生要放弃的时阵，迄个暗暝，要回去到厝的时，一路上都是绿灯，就好像摩西过红海，因为大家都在等他，他是绿灯，一路到家。所以讲上帝予伊有一个应允，上帝予伊有一个启示甲帮助。伊虽然人生行了真无顺利，但是伊这段路煞行了非常的顺利。所以伫迄个中间，诚做伊献身的一个回应，诚做伊献身的一个记号。那亲像摩西过红海一样，讲一路上都是绿灯。有时咱毋知影讲，咱较会拄到即种的情形，咱无法度去解说的时，是主检采是主甲咱启示。这首诗歌嘛，诚做咱的帮助，对今仔日的经节，互咱一种的回应。伫副歌甲咱讲，伫海浪的中间，我无沉落去，彼得沉落去，咱无沉落去。但是你毋通听这条歌了，你怎去行海面呢？是咱无倒退，咱无惊吓，无摇动，嘛无放弃，因为这个信心的应允，互咱无改变，互咱无变化，互咱无变迁。伫困难的中间，伫妖野中间，咱祈祷，咱学乐，那亲像行伫水面的信心，互咱勇敢壮胆来进前。我想这首诗歌，咱作者，咱伫这2年常常有咧唱，因为这首歌敢若像是2021年，还是2022年出的歌。伫这中间，咱看到讲，咱的上帝伫咱的头前咧为咱来征战，亲像火条甲云条来引带咱。所以咱爱凭着信心，伫水面来行到主的面前。所以爱拄起咱心中的小信。33节到33节，咱做伙来读吼，来，咱对水面行到主的所在，咱爱凭着信心来讲，咱拄起咱心中的小信，对安尼看到风，彼得惊就用要沉落后叫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彼得遮有信心的人，
嘛无要沉落去。彼得是有看见耶稣行神迹，彼得是有跟对伫主的身边的人，比咱每一个人拢较接近耶稣，拢有看见侪神迹。总是咱若是对主的认捌无够野的信徒，咱亲像欠缺信心来持续耶稣的话。伊一看到环境风真大，风影真大，心摇动就惊，安尼情形就用要沉落去。外面的情形对咱来看嘛是安尼。耶稣就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你啥事犹豫？如果若无犹豫，有可能彼得就袂沉落去，敢毋是？所以耶稣赶紧伸手甲伊救，讲：小信的人，啥事犹豫？了后，这人上船，风就停。真正的信心，咱是爱靠着一步一步不断的信靠，毋是敢若行一步若定，是爱一步一步行落去。31节才讲耶稣伸手甲彼得牵起来，主是先伸手来抓着彼得，然后才甲伊勉励讲小信的人啊。耶稣毋是讲你这个小信的人啊，然后才甲伊救的。耶稣嘛爱知影讲彼得毋通沉落去，沉落就咁惨，毋知救会起来袂。所以耶稣紧甲伊救，然后甲伊勉励，然后讲小信的人，讲兄弟姊妹，小信的意思是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信心真小，就是在看环境。所以因为看环境就产生犹豫，因为外面风影真大。所以真正的信心只有仰望主的应允，是无看环境。彼得因为相信主的话，有这段得胜的经历，有这段行伫水面的信心，嘛，互伊人生的经历，成做伊的帮助。后来耶稣过活了后，成做一个完全改变的人，成做一个完全无相款的人。所以经历主的拯救，来勇敢去传道理，而且佫有比别人佫较侪的经验来分享这个救恩的大快乐。32节甲人讲风定就船这个风就定去所以只要住伫咱的船顶的顶面，一切风影拢会过去。耶稣若伫咱的教会即只大只船的内面，所有的风影嘛会过去。主嘛顾念每一位努力行天路的人，亲像咱，耶稣嘛会带领因带咱来渡过所有的难关。上船了，这个人就拍摆讲：你是真正上帝囝。所以门徒所经历一切，这的经历。因认捌耶稣是上帝真正的囝。各位兄弟姊妹，住伫环境的中间，以及咱每一个人的心上的作为，尤其是咱面对侪的考验，互咱软弱失败的时，咱拢爱请耶稣基督，伊来帮助咱。每一届的苦难，拢会增加对主的认捌，所以每一届咱会祈祷，主是伫风影顶面做王的主。有一位牧师叫做穆安德烈，伊是一个灵修祈祷的牧师，伊是伫南非的牧师。伊有一个故事，伊讲，伊常常咱爱面对伫密室的祈祷，伫暗时要困，咱伫门床顶。规落的祈祷，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咱是毋是咱有相信主的听，以及主的权能也无。咱来开一段时间来问，咱对上帝的爱的主爱有坚定的信心无？咱对上帝的爱，咱对上帝的听有坚定的信心无？所以当咱咧祈祷的时，咱爱不断来问咱家己。信心毋是家己就会有，信心是起坐伫上帝的信息的顶面。
所以节目安德烈，伊是一个灵修的牧师，所以讲信心要家己起造，信心是经过着最艰难的事，互你搁较坚定相信。所以咱有相信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无？咱袂当骗家己，只有不断的问家己，咱有相信主会听也无？所以信心的范围是真宽，信心的范围真非常的宽，所以包括是不是咱相信上帝为咱所做的每一项事，也上帝有丰盛的主爱，上帝要赐予咱，所以穆安德烈讲，咱爱对耶稣的听来看，咱爱对经文来看，上帝的主爱来帮助咱。所以主啊，咱有靠着你的主爱甲信心，咱嘛是爱为安尼来主来祈祷。所以如果咱甲信心，甲伊用毋着所在，甲伊当作咱的做得着下面，安尼咱就有法度成做上帝囝儿，安尼咱的信心就伤小去。这个信心非常的宽，包括上帝为咱所做的每一项事，但是这个事，毋是每一项事拢是顺利的事，包括艰难困苦的事。所以上帝有全能的智慧，因为伊会稳定教育咱用，是当咱一个人面对的时。耶稣嘛免得咱毋通徛伫路边，亲像法利赛人伫遐祈祷讲哦，伊有伊的信心偌大，伊的信仰偌好，毋是是咱爱进入一个密室，咱爱亲自家己面对。我去韩国基督山的人，拢是一间一间细间，迄个空间非常的小，差不多即个圣餐桌搁较大小看那点，拄好一个人倒落去，吼，一个榻榻米，就是足毋是真大的空间，吼。所以伫遐咧面对迄个空间，就是敢若你面对上帝。所以耶稣教导咱爱真实的祈祷，咱爱不断的祈祷，亲像耶稣对马大讲的话：你若信，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若信，就会当看见上帝的荣耀。耶稣甲马大安尼讲：你若相信，你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你的气力、你的信心非常的大。有时阮亲像彼得，有时阮比彼得搁较不如，因为彼得是一个勇敢的人。彼得愿意讲主啊，若会使，我来就近你；若会使，我嘛会当亲像你来行伫水面。主，你互伊有够野的信心甲气力，你互伊得到顶头生，你互伊得到改变。因为因伫圣神的充满了后，因诚做传道你的人，因无搁诚做惊吓，因无搁秘伫厝内，因为因已经勇敢伫室外来传道你。主啊，帮助阮，互阮无做小信的人，互阮的信心会当搁坚定。主你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感谢牧师正道甲勉励，咱即碟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是圣诗303首，303首。主，我要学了你，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请咱同齐来做奉献，请刚刚来塞。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咱即时来读今仔日的要句。今仔日的要句就是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14章27节。咱台语来读2摆。请耶稣甲因讲话讲：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耶稣甲因讲话讲：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马太福音书14章27节。真欢喜，今仔有新的朋友来到伫咱当中，我来欢迎新的朋友，是一个姊妹吴洁如。洁如在哪呢？来，欢迎洁如，欢迎伊住伫长安街哈。已经受洗，原本的教会是伫台福教会，是搬来这是来探亲呢。原本住这边，在台福受洗。那如果住在这边，欢迎是，哇！感谢主，感谢主带领洁如。那如果住那么近，长安街离泸州教会足近呢，很远。是，那欢迎洁如，以后就可以稳定在泸州教会。欢迎洁如，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来简单来报告啦哈。第一项的报告，小等再请国成牧师来报告。第二项代志就是，等一个要举行7月份的庆生会哈。第三项是明仔载连续一礼拜本会的国成牧师甲蒲春丽娟2位执事，以及美玲、美丽母女，以及新颖，拢总6位要在当工哈，要前往韩国首尔，要去遐做短宣。这是第九届台韩短宣哈。因自4月份报名了后，拢有持续伫三一教会伫遐学言语言韩语，嘛有伫遐做装备，嘛有伫办一寡在地要去底宣要做福音的事工。等者牧师要一个采献会，等者请牧师来举行。那
第4，就是7月13拜六暗时6点半要举行敬拜儿乐的培训会，主理是佳音老师哈，佳音姊妹，欢迎。咱的东港敬拜站的同工，包括信歌队会当来参与，哈，这一天安琪老师，就是前指挥安琪老师嘛要转来哈，所以咱做阵来联谊转来再来参加敬拜赞美培训哈。那再来第5项就是7月14号、7月14号。就是下主日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咱台湾教会公报社公报社，福音文字的宣教的事工哈，请兄弟姊妹来关心代祷。第6年度早小的部分，甲下面的事工拢请大家来计划，因为待会阁有一寡事项哈，咱。将第1项的报告以及庆生会以及财恳会拢来交国成牧师来主理。今日是7月第1个主日，嘛照这惯例来为7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来个为因庆生。咱在这欢迎会主祭、护先执事玉君姐、美芝、慧文、智仁、郭以信、洪哲。欢迎恁来到台前来领受这份教会有咱准备的贺礼。咱来为7月份的寿星来甲因祝贺，咱三甲来为因祈祷。听台主安感谢了你，7月的第1个主日，互阮欢喜来到主日的圣殿，三甲来敬拜而乐。我嘛为着7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来为因祈祷，互因的年岁那加添，得到人的祝福，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更加加添，嘛，互因的智慧、因的智能、因的智慧，对事的认捌，更较成熟，更较有力。求上帝帮助，互因成做家庭的祝福，嘛，成做教会祝福，嘛，互因的服侍侍奉，那加添，那领受上帝你互因甘甜的滋味。感谢老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这个时阵咱要举行这财恳礼而且嘛，小小甲大家三甲来分享，就是讲，咱教会旧年过150岁生日，咱今年已经151岁。但是对于马偕宣教师来到台湾，马偕是传福音，嘛是一个宣教师，所以伊宣教的时用什么种的语言来传福音？台语，伊毋是讲英语。我记得伊的日记有一段的记载，伫初期的时，南部的宣教师甘伟林来找伊，伊有带甘伟林去参观牧养伊所去建立的教会。迄个初期的教会无真多，我会记得伊讲第5个，然后带伊去看设立的教会。我想甘伟林牧师有可能来到咱的泸州。虽然迄个记载毋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又讲带宣教师去看起造的教会。但是迄个时阵，咱泸州教会已经建立，已经建立的时间。
了有一段记载，伊讲咱台湾医生甲梅干有牧师来找伊，伊讲我真久无讲英语，这是已经较尾期的时阵啦，吼，伊马街伫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啊。了马街日记讲着讲，迄天阮讲足侪英语，迄天我们讲了很多的英语，很久没有讲英语了。所以语言对宣教师来讲，就是他要宣教、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那个第一步就如同彼得要踏出去的第一步，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小心的人啊，好，因为鸟鱼就沉落去，但是马街无沉落去，马街起着这么侪间的教会。对咱来看，咱对旧年一直讲马街宣教书，但是咱要安怎回应马街？伫今年是真难得的机会。其实今年我无拍算，我想要去，再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已经5年无去啊吼。就停了2020没办，21也没办，22也没办，23也没办，24终于办了，但是已经5年前的事情了。5年前的事情我早就忘了，不是啊，记忆还很鲜明啊。只是说要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去，但是有人报名了，那势必也必带他们去走这一招啊，去经历怎么去传福音。不要用中文传福音，也不要用台语去传福音，你敢吗？马街来不是用英文传福音呢？你讲吼，马街讲来信耶稣吼，伊一定讲台语嘛。迄当时咱主要语言嘛是即个闽南语吼，台湾话。比安尼咱来回应马街宣教书，互咱做伙来吟车庆乐。伫今的中间，咱要邀请队长利坚执事，以及胡春执事美玲、美丽，还有新颖来到台前。你敢捌听见主伫地呼召你的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师智慧的和平领军。你是不是注意听主地呼召你的声？你将愿意追求主，我伫这主找我。切客我愿跟对主脚步。切客我伫这主找我。你敢捌听见主地呼召你的声？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师智慧的和平领军。你是不是捌注意听主地呼召你的声？你敢愿意对求主讲，我伫这主找我。切客我愿跟对主脚步。切客我伫这主找我。我愿跟对主脚步。切客我伫这主找我。这个时阵要交予林牧师来为阮来做车牌，来做奉差遣的祷告。当耶稣差遣学生的时阵，伊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主伊的话嘛讲，当圣神临到的时阵，恁就要得到才能，恁就要为我来做见证。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主啊，要接受你的呼召，甲你的差遣，
若无主你的圣神的同在，主阮袂为做什么，阮嘛无法度有行动来回应。主但愿看到阮泸州教会有安尼的兄弟姊妹愿意接受即届的差遣到伫韩国，甚至教会伫遐甲因做伙同工，伫遐来用主你的听，伫遐来分享福音，伫遐来成做宣教的器具。主，阮感谢你，恳求你用你的大权能气力，甲正的兄弟姊妹同在。伫遮有丹牧师，有福春执事、丽娟执事、美丽姐、美玲姐妹、欣莹姐妹。主啊，因勇敢来回应上帝你伫因心上安尼的一个景调，阮感谢你。伫这几个月中间，因的付出、因的用心、努力伫咧装备。为着是要学习宣教师怎样伫他乡异国，伫遐用无同款的语言，伫遐来宣教，因必须爱突破万难。主，阮感谢你，答因用欢喜的心，也用安尼高跳接受主你的差遣，安尼欢喜的心，伫明仔载就要出发到伫韩国。阮恳求上帝，你帮助因，伫遐无论因的身体、因的心灵。因的灵魂，因的每一个坎站，每一个身心灵，拢有上帝甲因同在，互因也健康平安，伫遐有欢喜的做工。主，阮恳求你补助因一切的需要，当接受全体泸州教会兄弟姊妹安尼的祝福，愿主来帮助，互安尼的福音，安尼的宣告。也诚做，阮要搁一摆甲主你相结连，搁较侪来体验着主，你是搁真搁活的神。无论阮伫啥物所在，主你互阮有勇敢壮大，因为主你甲阮同在，阮就毋免惊。献上阮的感谢，将即个差遣的气力来享受伫每一个人的心上，因为主你嘛用无同款的方式伫咧差派阮，伫逐角落伫咧做主你的工。献上我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大家这个位包括我来拍花鼓励要有闲也要有钱要去宣教也要有钱，没有闲的，好像也没办法去这个位除了家庭主妇以外因其实拢要阁有家己的工作，不过有的人工作可能较弹性较弹性要对因来讲嘛是一种艰难的决定其实我本地无这个暗算啦无这个暗算，但是拄着邀伊的人，我怎甲因鼓励？因咧问我讲牧师那怎么样我就甲伊鼓励鼓励就愿者上钩所以对4月开始了咱来准备算做矫正算做矫正马金完矣了那队长一说要集合，我们就马上集合除了有事情之外，那都还蛮配合得很好很感谢主，希望我们去都能够经历在不同的国度里面怎么样去传福音虽然好像听起来好像你会觉得说韩国还需要宣教吗？有人这样讲，其实他们也很认真，在他们你像咱顶几礼拜有甲咱讲我要去的教会是伫庄脚无到10人，不到10人聚会的教会咱有讲过无到10人聚会教会。是比咱泸州更较绿色、更较绿色的教会，迄是连灯会拢无够嘅教会。咱有几个时间会甲咱视讯，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你也在我们的宣教当中。如果这个时间是可以的话，透过现代的科技，我们会在祷告会，在礼拜4的松年早上，在礼拜6的青年，跟大家视讯3分钟到5分钟而已。但是这个时间是不是会当配合？唔知影，因为我的大合教会有教会聚会，如果你若有接到电话，我已经有讲好，若有接到，就是我会甲你视讯，和恁讲阮伫遐，我们过得好，这个
透过科技啦，吼，来，咱最后甲因拍鼓鼓励吼。好，我望恁为阮祈祷，互阮出入拢通平安。好，好。下面时间请林牧师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遮要甲大家报告一项事，就是咱若看到周报第1点，已经有刊登出来，就是阮2位牧师因为牧会生涯规划安尼的因素已经向社会提出一个辞任书，然后我们将于10月31号离任，牧会工作服侍到伫8月底。9月甲10月是牧师的年休，然后这个部分来大家做一个说明吼。我知大家心真沉重，真正的错愕，总是因为伫这项事顶面，因为我个人本身我的家庭是安尼吼，我有一个姐姐甲一个妹妹，所以我排老二吼。我的妹妹长期伫国外住。因的家庭住伫澳洲雪梨迄个所在，我的姐姐是一位唐氏症的囡仔，所以长期以来自细汉就是爱爸爸妈妈甲伊服侍，安尼服务。即马也已经年纪渐渐大，我的爸母嘛年纪已经拢80几岁，所以将来爱面对的是我个人厝里台湾，就剩我一个人。会当来照顾我的姐姐，甲我的陪伴我的爸爸妈妈，所以伫遮，阮也认真心中谨慎安尼一个思考，一个决定，阮应该爱就近转去到伫台中，伫遐来陪伴我的爸母，每一摆来看到爸爸妈妈食饭就讲2个人。就赖给我看，我说那个心就生生真孤单的一个画面。爸爸妈妈在世上的年日，我们不知道，可能这拢是上帝的一个障碍中间。总是我自国中以后，我就拢伫外面咧读册，已经数十年拢伫外面安尼奔波工作、学习、读书，感觉即马是一个坎站，一个阶段，必须爱有一个这个计划，会当就近我的老爸老母陪伴因，甲我的姐姐安尼。那伫遮也真感谢大家4年外来伫遮对阮牧家的一个疼惜、支持、帮赞，也看到咱罗州教会其实是一间真有五望的教会。无论伫咱的囡仔，到伫青少年，到伫咱会友每一个人，咱的教会的事工渐渐拢有真多遮的伫咧发展，一步一脚印。信仰教会起做是一步一脚印，他没有办法一步登天，伊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兄弟姊妹，大家听教会，愿意参与教会，就一步一步伫咧扩展，伫咧长大，伫咧大汉。所以咱这时阵伫顶面咧拜咱早下面有30-40个囡仔伫遐咧夏令营，这将来拢是咱教会诶，将来就是坐伫咱中间。所以咱即摆拢咧努力，伫咧做遮诶伫咧温群，伫咧亚境。所以伫遮先咱大家兄弟姊妹伫遮来说明安尼诶因素。所以阮到伫10月底，阮就离任安尼。咱阁有一段时间会当相处。会当来讲话分享，阮嘛会尽阮的本分，甲阮的责任，伫罗州教会的即个每一天，阮就尽心尽力伫遮来做服侍。以上大家来做安尼报告，多谢。我要甲咱罗州教会的兄弟姊妹，我昨暗对着恁牧师甲我讲，你要认识牧师较好。我唱歌是敢若针咧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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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
是安怎都主教会几十年来，甲即摆拢是共款即个代志。是安怎？是牧师教社会，教总统啊是安怎？啊，即摆因为金牧师，因为伊较电视，因为爸爸妈妈牧师公、牧师妈拢老啊，啊是大子啊，捌是迄个情形，所以讲不得不，伊也是爱转去，吼。啊，我就感觉讲，咱老酒是安怎拢会安尼支持嘛？即个酒换即个教会，换这牧师。好，10年来差不多。歹势，咱等下念有花语堂啊，所以有代志，咱会后再搁讲吼。啊，来，英雄遐请坐。哈，咱来吟尾变诗，尾变诗是困求主引带我骹步，求主来引带咱的骹步，咱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咱国成牧师来为咱祝祷。困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到步行，若是我言行欠比是正，咱我大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最光景。这是我人生必称梦。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热岛闭会。你们开会的时候怎么侮辱牧师的？我觉得你们要把教
教会要带上什么正轨吗？还带上什么来？要带到哪里去？这么好的牧师都被你们这样子带走了，几次了，几次了！你们要坚强一点，你们为什么开例会都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牧者？